你没看过自家的官网评论吗？画风模仿原作，却没学到精髓，一对比就是灾难现场，脑残没逻辑，蹭了吸血鬼猎人的热度，还能铺的没有一点水花。请给作者批发刀片吧。哎，青青，正好你在，过来。顾总刚说的这些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哦，听到了。以后画漫画的时候多思考，别生搬硬套，画风也要改变。顾总，你说是不是？好好创作，少点浮躁。听到没有？太浮躁！你这次的稿酬，公司必须扣掉20%。还有，以后要还是这种工作态度，就不是扣钱这么简单了。凭什么扣我工钱？我明明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画的。顾总说你没达到要求，就是没达到啊。刘总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哎，顾总，别那么着急嘛，我订了包间，晚上咱们边吃边聊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顾总，哎，我说了不用。喂，你把我画稿都给踩脏了。所以呢？作为从业者，更应该尊重一下我们这些作者的心血吧。天堂街19号，作家秦文君2001年的作品叫做《天堂街3号》，改了个名字，改了个门牌，就敢自称是自己的心血。我这天堂街的根本就不用不是。解释，我不想在这种没有价值的东西上浪费时间。这个天堂街19号，从创意到故事到分镜，都是我一个人加班熬夜画出来的，没有抄袭，没有借鉴，没有蹭热点。你必须要对我还有我的作品道歉。小朋友，苦劳可不等于功劳啊！你可以不尊重我，但是你必须为你自己的行为买单。1页200，你踩坏了我3张画稿，外加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，我给你算1000，赔了我就不跟你计较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损坏他人物品要按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予以赔偿，要不然我分分钟告你侵犯物权。一句话，赔还是不赔？